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执行长古木下照表示，大罢免连续历条持续，1000名连假期间，党部结合志工团体，伫台南市几个热门景点设联署站，募集罢免的力量。6天的时间，就收到超过1000份联署。过去这几天尤其是清明连假的时间，我们就是非常的积极到人潮比较多、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来进行这个罢摊的联署像是在国华街人口最多，还有这个安平老街这些地方那这段时间的联署的效应非常的好。那不管是透过媒体，还是说这些志工朋友还有这些观光的朋友，其实都有把我们在台南进行联署的这个状况都有这样的传播。那这一段时间大概是6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超过1000份的联署了执行长古木下照补充，目前收到联署前5名立委，分别是新竹市的郑正乾、台中市的黄建豪、廖伟翔、罗廷伟，以及台北市的李彦秀。目前我们收到的件数的话，是以郑正乾立委他的这个份数是最多的那后续我们还剩下就是4天的时间，还有2周4天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那来台南的时候不要忘记也来我们的这个罢免的摊位来进行联署那古木下照强调，接下来持续会伫观光客较侪所在进行联署适当。目前已经规划这礼拜甲后礼拜、拜6礼拜，总共4天，持续伫浅草多功能中心头前、国华街甲安平旅游资讯中心头前适当，希望会当结合民间团体社会力量，为全国大罢免持续努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